新闻4来看中央气象署针对南投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还有屏东县计共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。这个所在今仔早起嘛拢是大风大雨，有真侪民众伫困眠中醒起来。气象署嘛提醒，最近的天气无介稳定，会落大雨、单雷公、透大风，所以民众要特别注意。初一半暝，街仔路顶悬虽然无半个人，毋过上大雨、扇强风，就敢若是做风台共款。雄雄到强降雨个死呐，互民众规暗拢困袂着眠。中央气象署初一针对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等南部县市发布大雷雨即时信息。也是还好，没有被吓到，只是雷声突然间很大声的。那这种天气形态呢，就会伴随着比较强的降雨，甚至闪电打雷。那也不排除有强阵风的一个情形。大雨一直到初一透早才大转好，上大的累积雨量是伫北门区74毫米。那台南沿海嘛落大雨，前一暗已经上雷公雨，还甲有一间公庙举办唱歌抽奖的暗会，现场是路苍苍。哦，当了雷公死啦！哦，我这来咧，就雨足大个咧，砰砰叫，风也大咧。安尼哦，那食饭有受着什么影响无？食饭啊，都很收收的啊。倒啊无陪伊，但是倒啊，阮话拢无去怎阮怎，搁然后雨落了，我嘛是搁来食。停了那个。继续，因为阮无留奖品，阮要搁继续留奖品啦。以台南市来讲的话，是在北门地区这边下比较多，将军麻豆这边都有下大概70毫米左右的一个雨量。那全市来讲都有下雨的情形发生。气象署南区气象中心进一步表示，以天气系统来看，这波降雨过到大转好，一直到明仔载后日拢是稳定的天气。不过后一波方面，有个会伫清明连假期间外境，尤其是初6、初7这2天水气较高，有真大机会会落雨，嘛呼吁民众出外要注意安全。记者文正兴台南报道。